再来看中华这个拜二落大水后，各地嘛有真侪浸水的家具甲大型的粪扫等要拼。其中，这饮水灾情正严重的鹿港，这清洁队嘛来加开清运的班次，希望会当量早恢复环境。 居民甲浸着水的家具粪扫集中，等清洁队员来收。鹿港电产园里因为地势较低，拜二做大水的时，遮嘛因加盖严重，居民这2日无用拼环境，清洁队嘛加派人员收粪扫。粪扫即马开始咧清运，因为拢浸着水吼。啊，后一步可能就是讲，咱为着咱环境，大家尽量家中粪扫紧提出来。 鹿港镇清洁队表示，昨开放伫网络注文清运浸着水的家具，到拜五顶部已经有正100位民众登记。再等来回收场的大型家具，嘛随破碎处理，机器无停过。浸着水大型家具的回收量，甲普通时仔的家具回收比加3倍多，一般粪扫量嘛加40吨。这2天家具清的量阮家昨就清5吨啊，最近登记的已经破100件咯。粪扫咱原本拢头60吨啊，若昨来讲99吨，要将近100吨安尼。阮这几天因为家具较多啦，所以阮拜六有加班，派人出去收。 尽量甲大家迄饮水的家具紧清完安尼。中华这岛的大水后，饮水灾情严重，除了鹿港镇、福兴乡、埔心乡、员林市等乡镇市嘛，拢有提供免费浸着水的家具清运。环保局嘛提醒民众，有饮水的所在要特别注意环境卫生，做好消毒工作。若有积水的器具，一定要摒清气，避免天高热累现出疫情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